街坊們，周二呢隻黃金走勢好穩，係震盪向上嘅節奏。同大家講下最新消息，美伊上週末喺伊斯蘭堡傾偈，雖然未傾成協議，但雙方冇停低聯絡。美方官員話談判有進展，仲喺商討幾日後再搞第二次面對面傾，甚至考慮多俾2週停火時間，爭取傾成件事。另外，美軍之前封霍爾木茲海峽，而家收窄咗範圍，淨係針對進出伊朗港口嘅船隻。伊朗就好硬氣，話自己完全控制到呢個海峽。雙方仲喺對峙，但暫時冇升級。聯合國同英法都反對美方封鎖。呢啲消息令大家唔使咁緊張，對金價都有支撐。市場方面，之前嘅恐慌散晒啦，大家都變理性，多空分歧細咗，投資者都好審慎，淨係觀望，唔亂入場，避險資金慢慢返嚟，交投都平穩。技術上講，金價企穩5日均線，MACD 紅柱擴張，KDJ 向上，阻力位4776到4780同4800美元，支撐位4720、4700同4644美元。短期多空喺呢啲位博弈，所有內容僅供參考，不構成投資建議。如據此買賣，盈虧自負。請訂閱、按讚、分享，多謝收看。